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2日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花莲县的新城乡，一栋2层楼的人家厝昨昏火烧厝，消防赶到现场的时，1楼、2楼拢已经全拢烧起来啊！消防人员有救出2个大人甲2个囡仔，也毋过这2个囡仔送病院不幸过往，也那这2个大人也搁伫家护病房抢救。 2层楼的厝不出大量乌烟，警消到现场时阵已经全部烧起来，伫1楼的厝骹，60岁妇人人伫阳台喊救命，消防人员赶紧架梯啊去救援。我们刚开始看到是浓烟了，一开始是只有烟哦，对，就来不及了，一下子就冒火了。但是发生伫24日下晡3点外，花莲新城乡嘉里4路这栋厝，结果回囡仔这向阳都出门向厝边求救，啊，不过因为1楼是平厝，2楼是甲砍铁片，火势是无法度受煞。 打火机之类的，上火了，反正里面有天都没接，不知道是你说是不是小朋友在玩火？对。在2楼一个女性厝骹救出来，消防人员伫1楼发现一个3岁查甫囡仔甲2岁查某囡仔拢用无生命现象，送医抢救不治。搁伫1楼后边发现67岁姓邱的老先生，也就是厝主，有砸伤甲大面积的烧烫伤。 1楼处里面有发现2位1男1女的小孩跟1位大人我们后续也迅速的将他拉出，但因为吸入性呛伤所以我们去现场给予急救他后送慈济医院。 2个死亡囡仔是姓邱的老先生孙仔的囡仔，2个大人是拢伫家护病房抢救。火调科人员伫拍花火势了后，也入来去找找事发可能原因。 即马厝烧害去，乡公所也应安排更大的受灾户住伫个天公庙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嘛是意外，这是国道1号路南滨镇系统这个路段地站发生2件车祸，造成7架车受损害，有9个人轻伤，送病院。 24暗时5点57分，国道警察接到报案，伫国道1号路南64.2公里的滨镇路段发生2件事故。 第一件事故是大货车撞杀头前4台小客车，造成其中1台小客车车顶4个人轻伤送医，大货车驾驶骹手挫伤；另外1台小客车车顶3个人轻伤，另外还有1个伤者无挂号，好佳在伤者拢无生命危险。第二件事故是2台小客车对撞，无人受伤看医生。国道1号南向64.2公里处。 发生一件6车连环追撞事故，现场统计为8男1女受伤，其中3名男性疑似有骨折的情形，所幸无人受困，生命真相皆稳定。 事故占用内侧外侧车道甲外侧路径，警消出动8车23人去救援。初步调查，第一件事故是大货车疑似无注意头前的状况，撞上头前4台小客车才出代志。第二个事故是小客车驾驶疑似无保持安全距离，所对撞头前车，驾驶人酒测值拢是0。确实车祸原因，还佫由警方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天气，今日日时开始寒流就渐渐减弱啊，也毋过早起也是感觉较寒。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早起气象署同款继续针对全台湾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台中以北、宜兰花莲、甲金门、马祖温度拢无到10度。一若日时开始寒流就会豆豆减弱，伫北部、宜兰花莲高温会回升到15度至18度，啊，毋过也是感觉较寒。另外，其他的所在高温有20度至23度，温差会较大。 受这波寒流的影响，包括玉山、北峰，抑个合欢山拢有落雪。一来屏东的北大武山嘛有结树霜，请真侪民众去山顶看美景。玉山北峰看过去，拢看一缘高高的雪，亲像梦幻银白世界。玉山气象站的人员无惊寒冷，无用轻度太阳能板顶面积的雪，那合欢山积雪上深有10公分。上雪楼一带因为积雪结冰还未融，透早就有日头照白雪山头，那天白雪好天气，亲像踮伫北国，吸引真侪游客上山来浴雪。山上天气晴朗出大太阳，山上因为海拔高，气温低，目前尚无融雪的现象。
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虽然已经停止落雪，也毋过气温伫-2度到0度，树叶游玩有雾凇美景，最风林道甲蹦蹦车拢正常开放，吸引大批游客入园。屏东县八达埔山海拔3092公尺，山头雾气伫树枝连接稻场也白色糖霜，规山头银白色，大埔市8公里以上的山形线，形成无上美景。那因为目前呢水汽减少，那预估可能在中午之后，那这个雾凇的情形就会消退。气象署预计要到25拜24日起，寒流减弱，气温才会逐日豆豆回升。虽然温度白天高温有回升，但是在周五的清晨跟周六的清晨，因为水汽是比较少的，有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感受上是属于日夜温差偏大的情形。也毋过，前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指出，主要低压呈现滞留状态，明显回温的时间点恐怕还佫延后1天左右。另外，25透早放射冷却效应会比24内地更加明显，无排除苗栗等地区会出现6度左右的低温。记者综合报道。寒流到位，关山这几天拢有落雪，有2个民众就去爬屏电山，结果是找无路，佮跋倒受伤，出现失温的情形。台中市的消防局和空勤总队有出动去救，已经把人救落来啊，赶紧送病院。空勤总队乌勇直升机到屏电山一个山坡的顶悬，着所队员伫透风当中水降，协助2个失温佮受伤的山友吊挂。寒流到位，台中市政府23暗时才接到通报，有2个人去爬屏电山，因为山顶雪积真高，部分的路已经无法度辨识，而且因干那早真简单的困地，其中1个人还佫有失温，脚只偏甲腰咧疼的情形，无法度行路。救援人员为陆地甲空中同步救援，伫24早起8点45分完成吊挂，降落伫当时和平公园，了后送当时农民病院治疗。2人皆意识清楚，手脚冰冷无力。男性患者有跌倒受伤，背部及腰部疼痛，无法行走太远。救援人员立即提供热食及温水，并搭设帐篷供2人稍作休息。调查专家表示，落雪时阵步道甲山壁拢会结冰，是真危险。落雪期间，虽然无像风台陆上警报发布的时阵直接禁止入山，不过要由有落雪爬山专业证照的领队来带领。而且准备冰斧头、冰爪等等落雪用的专业的装置。根据气象署宣布，关山若有可能落雪了后，都应该取消登山的计划。雪攀里面的这个证照是属于最高等级，它必须要有基本的登山、溯溪跟攀岩的技术。那装备的话，最基本的你要有冰斧、冰爪，而且你的冰爪一定要6爪或8爪以上的。张宏勇强调讲，台湾关山爬山的管理，目前的情形会当讲是一般稀薄的全头。关键的单位包括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交通部观光署、甲各地方政府，而且步道的分级嘛无共款，了爱整合。呼吁民众伫事先一定要做好风险的评估，唔通看轻落雪爬山的危险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对今年开始，义务役做兵改转来做1冬。第1年会按算叫9127个人去做兵，伊若第1梯670个阿兵哥伫今仔日会入伍，会先训练8礼拜。军纪教育课程嘛对2点钟调整做4点钟。来看中国时报，民众买新车的时，有人会介意去经特殊，也是有意义，也是好格调的车牌号码。也若英文有当时倒数字念起来就感觉不真好笑。交通部的公路局今年就竞出11组英文，亲像 PGY 念起来亲像华语的 GY。KFC 是肯德基的缩写，甲即寡英文竞出来了后，要问大家意见。若是多数的人认为是无介意为义务，那即款安尼就袂出即款车牌。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台中市南区的义树里里长曾旭雄防指控讲，伫里长的选举期间，甲社区的时代咧办满邮票的时，伊有答应讲，若是选后，伊要带大家去坐坐温，食好料。伊成功连任了后，真正是有照拼照行。也毋过尾啊，即马互法院认定讲，这是贿选，总方判讲里长当选无效，专案确定。再来关心新北市一间公家的托育中心，互家长指控讲，这间托育中心强制要求婴仔
仔就爱挂喙罨，结果有一个11个月大的婴仔，这挂喙罨了后就开始咧哭，可能是目屎还佫鼻水拢高伫这喙罨顶悬，互这囡仔无法度喘气，翕一个就喺无喘气了后，真正是不幸过往。家属即马是对公托中心提出告诉，要告相关的人员过失致死。拍手，拍拍手。细汉囡仔当咧学讲话，模样是真古锥。这个查甫婴仔hen才11个月，爸母是真疼惜。不过即马所传来互人心疼的消息，因甲囡仔送去托婴中心，所雄雄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抢救了后，也是判定闹死。家属高不离中，决定赔偿，而且控诉公托中心无好好照顾囡仔。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口罩全湿了，都吸住了。他就没办法自救吗？那你为什么要强迫他戴吗？你没有办法一直顾着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呢？这个案件发生第2日，查甫婴仔因老爸指控讲，这间公托中心要求囡仔伫学校内底都要强制挂喙罨，hen把甲喙罨留落来，佮去互照护员挂起哩。因为安尼伊是大声咧吼，若像流目屎佮流鼻水，喙罨全咧淡起，全规个甲喙甲鼻打掉咧。5分钟了后，伊就无喘气，全拍落。嘛，这支照护员前后拖20多分钟，才发现有各样。好不容易等了8、9年，终于来了这一个小孩。那我没想到说，就是好不容易来了这个小孩之后，就这样子跟我们相处11个月，这样就走了。小孩口罩湿的时候，你们知道吗？知道吗？hen因爸母第2日告3个公托中心的人员过失致死，2个照护员拢互移送检方复审。那出代志的这间公托中心的负责人回应讲，最近是传染病高峰期，考虑保护囡仔的健康，才会有喙罨令。基于因为最近的那个疫情的感染哈，就是一些病毒感染太严重了，那我们基于是在保护孩子的健康，避免交叉感染之下，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啦。针对发生这项危险的代志，公托中心的负责人是几下回失的。新北社会局嘛强调讲，案件发生的原因，要爱病院甲司法单位来厘清，那违法的情形会依法来处分。我们会持续陪伴家长，提供任何需要的协助，也会进行相关调查，了解事件的原因。如查有违反情事，会依法裁处。从去年的3月6号之后，随着校园口罩的解禁，就已经没有再实施托婴中心的口罩令。这个查甫婴仔，他上去互喙罨翕死，外界嘛甲责任指向是中央的托婴中心喙罨令。不过，疾管署回讲，相关的规定伫去年就解除。这个案件是托婴中心因家己的规定，嘛无建议2岁以下的细汉囡仔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北市某一间国小是传出霸凌，这是一个捌代表咱台湾去参加国际比赛有摕到奖的竞技国手。即马伊互指控讲伊长期甲特定的同学霸凌，而且伫霸凌的调查期间，伊佫互选做无反省，这是互受害的学生家长无法度接受，出面开记者会。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挺身而出，能够让我的孩子是最后一个被模范生暴力殴打的孩子。想到家己的囡仔受到伤害，做家长的情绪真激动，哭袂停。伊出面指控台北市某一间国小的竞技小国小 F 学生，伫4年的时阵用肢体霸凌特定的同学，时间要到1年，也捌伫咧上课时阵摕家刀、铁锹甲人恐吓。我们的孩子到今天，即使听到模范生的名字，都会感到恐惧跟害怕，再次被他肘击或飞踹。我的孩子被拿剪刀、铁枝恐吓说我要杀了你，代课老师还可以装作没看到。这不是一般小朋友的打闹嬉戏，这是一位代表台湾比赛、曾拿下国际奖项的竞技国手。这样的力气把我的孩子打到曾经喊疼痛，也因此去就医。家长讲，囡仔互人霸凌时阵有甲老师讲，因讲老师无通报。命这个 F 学生伫咧被调查时阵，还佫做模范生，互受害家长无法度接受，讲学校的处理真消极。经过霸凌事件，新的一个学期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些隔离的手段，学校都是拒绝的。不管是校长在处理过程当中，或者是老师是不是有知情隐匿，我们教育局都会来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属实，校长的部分就送校长成绩考核会。台北市教育局讲，所来会调查校长、老师伫咧处理过程中是毋是有违宪，另外将会要求各学校定模范生评选规范，做好相关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
也若北韩过10天，搁射飞弹，第二些早起向西部发射几落粒飞弹，而且进前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就讲，南北韩是无可能搁和平统一啦。各界拢烦恼讲北韩是毋是哪亲像有要烧战的意思？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北韩安尼先做是挑港的行为，是为着要向西方的国家施压，要甲因谈判。北韩24早起7点左右，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峡发射几啊粒的新型飞弹。美国甲南韩相关部门也在分析飞弹参数。北京市密切关注北韩军事动向，这也是北韩自10天前发射低档大的飞弹以来，有新的动作。 북한의 순항미사일 발사는 탄도미사일과 달리 유엔 안전보장이사회 안보리 결의 위반에 해당하진 않습니다. 하지만 북한은 순항미사일에 핵탄두를 탑재할 수 있다고 선전하고 있어 탄도미사일과 같은 위험 요인이 될 수는 있습니다. 除了伊伫试射飞弹，北韩这个月也宣布废除组织两韩对话的政府机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拍算修宪，将南韩协议投予德国。那美国行星实验室伫23日的卫星影像中也发现，位伫北韩首都平壤南部郊区的统一门已经互拆掉，引起各界联手领导人金正恩进前主张，南北韩已经无可能和平统一。 미국 놈들이 주도하에 군사적 긴장 격화로 지역 정세의 불안정성이 증대되고 있는 현실을 냉철하게 고찰해 보면 물리적 충돌에 의한 확전으로 전쟁이 발발할 위험은 현저히 높아졌고 우리는 전쟁을 바라지 않지만 결코 피할 생각 또한 없습니다. 外国媒体拢利用金正恩的举动，恐惊是要违规建造准备。也毋过有评论认为，战争会危及北韩政权，金正恩未冒险和体制帮害。也有专家提过去北韩假术的记录对照，指出北韩是咧甲西方国家讲条件，想要互国际焦点为俄战争参加沙冲突，登到朝鲜半岛施压各国重返谈判桌。公司新闻牛眼编译。 中国云南拜透早大地震，崩山甲一个砖头砍掉咧。这2天救援人员拢尽全力在抢救，啊，毋过拢是找到遗体。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有31个人。另外，新疆大地震了后，即马也咧救，有一个查某囡仔互救出来。快一点，快一点！出来，快，那边。 崩山事故现场一直亮鼻仔的声，救援人员是无用得走米，因为山体佫开始无正常在崩啊。半点钟后，研判状况稳定，大家才佫转来家己的位继续抢救。中国云南交通市的镇乡县拜透早发生大规模的崩山，造成一个山卡有18号47个人互抬起来。5万立方公尺的土石一个啊冲落来的画面，看起来是互人心惊惊。当局是动员上千的人力含怪手、搜救犬来投入救灾，这边清土搁要靠卫星定。 为找红抬起来的人，这里原来有栋民房，村民告诉我，这里呢是目前有3名的失联人员可能在这里被埋压。 但是事故的现场气温是真低，山体阁无稳定，抢救真困难。真无简单找到的，拢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但是救援人员同款在含时间逼紧，无放弃任何希望。镜头阁转去新疆含吉尔吉斯交界的维吾尔自治区乌蛇关，23发生规模7.1的强烈地震，今仔日透早阁发生规模5.67的侵占余震。专家讲，余震阁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强震嘛，摧毁900多户的民家厝，目前当局已经甲1万多人刷去其他的所在安置。一个细汉查某囡仔嘛，真好运红救出来。看看，哎，到这个地方有伤，有伤已经就是砸到头了。救援人员伫黑暗暝内面，较紧甲这细汉查某囡仔送病院。当局嘛呼吁灾民，因为余震真济，避免当去受损的厝，才袂发生危险。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也若秘鲁的总统顶日在走行程的时，互一个负责人雄冲出来甲扭杀。即马负责维安的警察首长因为失职，互换掉啊。伫画面内面穿白色衫的秘鲁总统迪纳博鲁阿尔特，原本是笑笑在参加活动，身躯边煞忽然间冲出一个负责人，正大力去揪总统胸坎的衫，引起现场一阵乱。虽然比较维安的军警是随甲伊扭掉的，但是伊的手并无放，一直甲总统揪咧10几秒了后，才互维安人员带走。这日惊险的画面是发生伫20，迄讲迪纳博鲁阿尔特是到安第斯山的南部，要拜访当地的民众，无想到煞互人来乱。虽然镜头头前敢若看到一个负责人动手在揪，不过外国媒体报道，攻击总统的查某人其实有2个，
其中一个讲，因翁伫一档半前参加反政府示威不幸死亡，总统必须要负责。虽然这2个人事后并无被拘留，不过负责维安的警察首长因为严重疏失，拜一就被骂掉。61岁的迪纳博鲁阿尔特本地是前总统卡斯蒂约的副手。卡斯蒂约伫2022年因为和国会袂合，拍算要非法甲国会关起来，结果被拘掉，而且被抓起来。迪纳博鲁阿尔特刷落来接伊的位，所以引起卡斯蒂约支持者的不满，爆发大规模的抗争。若尾因为警方强烈镇压，有几十个人不幸死亡。año de la masacre de este gobierno dictador y genocida de Dina Boluarte. Salimos en apoyo a nuestros hermanos de Puno, a darle nuestro apoyo y pedimos justicia, que de una vez metan a la cárcel a todos los que han asesinado a nuestros hermanos de Puno y en especial que pedimos que Dina asesina ya vaya a la cárcel, ya sea juzgada, ya porque ella tiene la culpa de todo lo que ha pasado en nuestro país. 迪纳博鲁阿鲁特目前面对宪法的申诉和调查，伊方指控讲种族灭绝、杀人和严重伤害，但是对这个控诉，伊本人是拢总赔清。公视新闻邱婉玲编译。泰国前进党前党主席皮塔因为媒体插股案，互宪法法庭暂停众议员的身份。宪法法庭9位法官昨昏投票，8票对1票，判讲皮塔会当继续做众议员。皮塔是表示，伊是平常心看待，伊嘛继续思考前进党的未来。宪法法庭外口真侪支持者来声援泰国前进党前党魁皮塔，因为可能引起去年参选国会众议员的时阵，有媒体股份免参选。宪法法庭9位法官20日下晡以8票对1票，判决皮塔参选时阵 ITV 媒体业务已经无运作，所以伊有众议员资格。อาศัยเหตุผลดังกล่าวข้างต้นจึงวินิจฉัยว่าสมาชิกภาพของสมาชิกสภาผู้แทนราษฎรของผู้ถูกร้องไม่สิ้นสุดลง。皮塔伫判决了后，笑眯眯行出法庭，和向支持者的手致意，表示会继续为人民服务，也思考前进党的未来。I feel alright. I feel regular, like any other working days. In my mind right now is about the next steps of the kind of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specifically the strategic roadmap of the party. 皮塔领导的前进党伫去年国会改选摕151席，将做上大党。不过因为主张修改俗称冒犯君主罪刑法112条，互保守势力反对。皮塔2摆挑战总理大会失败，前进党组阁失利，也阁互人检举有媒体股份，加想要推翻君主立宪。即马皮塔通过第一关考验，互支持者表示对法院恢复信心。รู้สึกว่ายัง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ธรรมให้กับประชาชนบ้าง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หวังว่าศาลการเมืองเนี่ยมันแบบว่าไม่ค่อยไว้ใจ50-50แต่ตอนนี้เราดูรู้สึกว่ามันแบบว่าอะไรอ่ะมันยังแฟร์บ้างอ่ะ4月党魁改选是毋是要出来参选？皮塔认为这毋是目前讨论事项，因为宪法法庭要伫1月31日开投票决定前进党的未来。但被认为想要推翻君主立宪，前进党上严重可能遭到解散。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韩国4月份要举行国会大选，第一夫人金建希防指控讲进前有捌受钓的名牌包，而且规个过程拢互偷偷翕翕落来，即马为民见光。这是造成伊的翁婿总统尹锡悦甲执政党出现争议，恐惊嘛引回国会选情。继续关心中国江西一间商店的地下室导火烧，已经知影造成39个人死亡，也有9个人重伤。事故导火原因也在调查。中国媒体有报讲，这栋大楼内底有超级市场、有宾馆、有网咖，也有补习班。大火咧烧的时，真侪20桶火学生囡仔咧逃命，甚至也有人跳楼逃生。继续关心德国的铁路劳资谈判讲无成，24开始罢工，会一直到后礼拜1继续会罢工6天。有专家即马就讲，这是德国史上时间上长的铁路罢工，恐惊会造成当地10亿欧元，大约是代表341亿的经济损失。检
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蒋启权来咱台湾访问，这是咱台湾大选了后美国头一个国会访问团。在美国机关是表示，这是要来台湾专工表达对台湾选举的支持。今仔日，伊嘛和咱总统蔡英文一个副总统赖清德见面。另外，赖清德伫昨昏嘛接见美台商业协会的访问团，强调伊若上任了后，伊会依此宪章，嘛守护印太地区的和平。正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甲萧美琴，二是伫咧总统府接见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由前美国国务卿次卿克拉克担任团长。克拉克也恭喜赖清德当选，希望未来会当加强台美经贸关系合作。We wanted to come here as a sign of respect and support and pledge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he future. 未来我将带领新政府团队。继续坚定守护民主、维持台海现状与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赖清德向美国访问团重申维持台海现状的立场。在这个时阵，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众议员贝拉也个迪亚士巴拉特也来到台湾，这是大选过了第一个美国国会访问团。贝拉讲，因来的目的是要表达对台湾选举的支持。一个加强美台之间强烈的经济甲国防关系。二个也甲总统蔡英文一个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见面。We are not endorsing Taiwanese independence. Taiwan is a province of China. 在进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因为在社群平台祝福赖清德当选台湾的总统，中国对此强烈抗议，甚至中府的官员一个互相呛声。小马可是23伫咧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阵，澄清祝福赖清德的言论是具有礼貌。菲律宾依然是坚持一中政策，无支持台湾独立，也强调菲律宾支持和平，无希望发生科学冲突。记者综合报道。一若新的国会2月份就要成立啊！国民党的立委为着要让核电厂会当延长，即马在找解套的办法。伫新的会期，因拍算要修正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无要设定延后退休的申请期限。一若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能源转型是国际趋势，要确保核安，嘛要互咱全台湾用电是无问题。另外，国民党嘛有呼吁在野党爱合作，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是表示，和任何的政党都有合作的机会。面对台湾电力的问题，国民党是大骂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引起欠电的危机。遮侪哪位决定要伫新会期开第一枪推动修法，要替核电厂的延役来解套，要修正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第6条，就是无要设定延役申请的期限，交予主管机关来审核，检视安全了后就会当运转。新北市长侯友宜就是讲，能源转型是国际趋势，遮侪先进国家已经把核电看作是清气能源，重新推动以核减碳的永续转型。核安一定要把关好，我们希望大家都有共识，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核安安全为底下，不断的逐步的推动，让整个全国的供电是唯一的。不要忘了赖清德就讲过，他选举前讲过，他必要的时候要启动核电了，他都要启动核电了，那你时间为什么一定要5年呢？准备期间为什么一定要5年呢？国民党、民众党立委的席次加起来过半，若边合作修法过关的可能性真悬。核电厂延役的修法，红看作是若边合作的刺金少，若也放出善意，化为在也爱合作。连一个核废管理法都生不出来。2017年所提出来的集中暂时中期储存的计划，原地踏步，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者所应该展现出来的态度。不过，强调和任何政党都有合作的机会，嘛要求民进党正视核废料的问题。民进党王定宇是批评讲，国民党用政治手段解决科学问题，引起灾难。那接下来临时之后有永久的处置场，请问国民党，你们哪一个执政县市要当作高阶核废料的永久处置场？
美国是可以放在偏远荒芜的沙漠里面的飞弹井里面，台湾要放在哪里？王定宇质疑讲，中国甲核废料要放倒位，还有以执掌的新北市政府敢爱核准大石暂时收放设施的建造死角。另外，台湾常常跳电停电，王定宇讲这是因为输配电网伤久，批评国民党破病黑白找医生根本就无真正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民党中常会昨昏通过要推派韩国瑜和江启臣来参选立法院的正副院长。也那目前民众党有80%是关键的少数，传出内部有声音拍算要分裂投票，院长的部分要支持民进党的游锡堃，副院长要投予国民党的江启臣。也毋过民众党已经有8会，嘛强调讲唔通黑白团，因为26个党团会议才决定。好，国民党党团很团结哈。你自己在讲说好，要保好韩国瑜好，你们要保票。这条我地的负责人是要求国民党的立委唯一支持韩国瑜，票袂当走去。立法院就是要做龙头的选举，国民党中常会议是通过韩国瑜配江启臣参选后一届立法院的政府院长。党主席朱立伦讲，选举一定会团进团出，嘛向民众党发挥。同时，我相信也很清楚的回应了包含民众党的朋友。共同对国会改革的一些想法，都在昨天我们表达的5大改革方案当中非常清楚地展现出来。韩国瑜嘛伫面册回应民众党的诉求，发出共同合作来修法，再做完善国会，并拿白合作。本地嘛传出跨问题要表态挺韩国瑜，但是民众党是不会签这个讲法。佮有报道讲，民众党的内部有人希望讲院长投民进党的游锡堃，副院长投国民党的江启臣，要分裂投票。不要以讹传讹，我们的立场很清楚，就是台湾民众党会有自己的主体性，也会做出自己的决定，那也不需要来分化，也不需要来挑拨。日前其实包含我们民进党的党团总召柯建铭也已经公开的回应嘛，民进党这部分目前还是规划会去走自己的路这样子。民进党杀游锡堃蔡奇冲过来战，民众党的80%变作是关键少数，到底要支持谁？黄珊珊强调讲，民众党有主体性，爱等26党团会议了才当决定。记者综合报道。3日入股中嘉证券的丰顺公司，这是违反中嘉交易案的承诺，是踏着独占的红线。NCC 伫昨昏罚中嘉的12间系统经营者1间102万，计共是罚1440万，而且要求爱限期改善。各界关注3日入股中嘉顶站丰顺公司违反中嘉交易案付款，媒体经营者同时有并夺经营权，引起媒体掌控争议。甲 NCC 监视中心审视3日案的讨论，对此 NCC 讨论了后，立时裁罚中嘉所属12间系统经营者，总共罚1440万，要求其改正，并裁罚1440万。委员会认为这个事情会影响整个产业的秩序，所以委员会认为他要在8月31之前改正完毕。NCC 也要求丰顺限期改正，若无执行，相当罚30万。也毋过 NCC 委员李丽芬甲王维晶认为业者的违规行为，较歹采取，提出无同意书，建议 NCC 应该先对丰顺救济，高受罚增加对违反付款规定的相关处分罚款。另外，对假电视承诺全时段无制播政论性单位节目，所伫大选进程制播政论节目无符合营运计划 ，NCC 也给警告。警告在行政法上，它也是一个处罚，它同时会计入到我们的这个处罚的次数里面了，对于它未来的整体的那个评鉴跟换照，其实是有重大影响的。另外 ，NCC 对中天新闻台做出无要互因换照的决议，引起真侪诉讼。NCC 强调，对中天的26件裁处中，已经有14件由 NCC 胜诉确定加处分确定，2件 NCC 败诉确定，搁有10件由原咧诉讼中，并无所谓连败情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针对中央航空的机师已经摕到下坡的罢工权，嘛已经放调讲按算要伫旧历过年即卡刀启动罢工。即马交通部、民航局和桃园市政府拢在做中人来协调。劳资双方伫昨昏进行协商，敢若伫机师外站的福利甲薪水这部分有部分的共识，也若停止请外国机师这部分爱等后礼拜继续协商。民航局嘛发出声明，要求中央爱模拟各种罢工的方案，提出应应措施来降低春节运输的影响。中央航空技术工会登记了以超过90成的同意票，摕到罢工权，按算伫新正迄卡刀启动罢工。交通部、民航局甲桃园市政府是积极协调。
劳资双方第24个一届进行协商。今天公司只是提出非常一小步的这样的一个善意。那在明天的理事会，我们会再继续后续的讨论罢工的后续的准备。下晡协商结束，劳资双方敢若针对技术外站福利、甲升级制度有部分的共识。工会表示，25理事会会讨论后续罢工相关的细节。中央航空公司嘛答应讲，协商的内容会等去个讨论，按照后礼拜3会进一步来协商。如果公司能够提出具体的对案话，那我们下一次预定开会的时间是在下个礼拜3同一个时间。针对航空公司罢工，有旅行业者呼吁，罢工的预告期要提早1个月，来保障出国民众也有旅行社的权益。消基会嘛讲，去年3届航空业罢工，上大的受害者拢是消费者，要求主管机关都要适当来介入。24小时前才通知的话，旅客跟旅行社是完全没有应变的能力，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迁转、去改变航空社，因为春节期间几乎都客满了。因为罢工没有办法出团的情形呢，就只有退费了事对于消费者所受的损失完全没有任何的赔偿对于消费者来讲也是非常的不公平。消基会认为讲，除了要有一定时间罢工的预告期以外，嘛袂当甲罢工认定做是不可抗力的因素。航空公司甲旅行社都要负起消费者损失的赔偿责任。另外，对航空业罢工理由不明显的争议，经管会表示，中央技术工会目前也无实际行动，对已经有买理由不明显的旅客，保险公司袂当无赔。记者综合报道。这波寒流天气是冷叽叽，不少人拢会用有烧的竹仔，也是有烧的毯仔。不过医生即摆有提醒讲，有烧的竹仔是医疗器材咧使用的时，温度袂使超过45度，而且大概要有的是袂当超过20分钟。因若红鞋啊，也是有新的妇人人，也是行动无方便的人，上好莫用，安尼才袂去烫着伤。寒流一波接过一波，温度降低，血管会收缩，循环嘛会变较歹。尤其是上班的人，常在坐咧用电脑，较会有肩胛头、颔骨啊酸痛的困扰。有的人会用有烧的，较袂遐尔酸痛甲疲劳。上班的时候可能肩颈啊，整天打字会比较酸痛一点，就会用这个热敷垫舒缓那个酸痛的感觉。不过使用有烧竹仔就要较细致咧，因为动力式有烧竹仔是属于第1等级医疗器材，透过电铃转化做热铃，会当达到消透筋肉酸痛的效果。不过，在有烧的时阵，温度袂当超过45度，每一届使用莫超过20分钟。因若红鞋啊、有新的、不随的人，或者是对温度感觉较钝的人，亲像糖尿病患者，都无建议使用。糖尿病的病人，如果是比较时间比较久的话，他会有末梢神经病变的问题。那末梢神经病变就会感觉迟钝，感觉迟钝就是他可能有些小伤口不知道，或者是过热他也不知道，所以使用时间一长的话，它就会热累积起来，就会产生一些烫伤。医师强调讲，有烧竹仔毋是用愈久就愈有效。临床捌受伫中风的患者，因为长时间使用，发生皮肤红、肿、碰拍送病的个案。而且皮肤较薄的所在，亲像颔骨啊，对烧的耐受度较低，嘛要注意有烧的所在，避免发生皮肤烫着伤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上强的寒流到位，为着要帮助弱势族群，也有加油，仁安基金会彰化站就有发放保暖的物资，也有烧汤这食物，嘛有启动防寒的机制，开放加油过暝的临时安置。民众排队等候，但要领保暖的物资掺食物。今年上强的寒流到位，彰化有善心人士捐赠物资，予仁安基金会发放，希望在霜风正骨的天气，弱势民众会当穿好烧，吃一顿饱。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那个街友，他们其实很缺乏这个区块，然后我希望就是可以把这一份爱可以多跟大家分享。逐年寒流来啊是啥咱就侪咱独居老人啥其实。一直拢是无即个物资通去食饭的，啊，想讲咱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咱嘛做这机会，来造福咱这个社会。
除了有民众提供的爱心饭菜、保暖的物资以外，真安基金会考虑到家友无一个通热风炸雨的所在，嘛启动关怀机制，温度若比15度较低，就会开放临时过暝的安置服务。最近咱天气较寒，咱会真烦恼讲因的身体袂堪治。不管是民众有发现，还是讲家己有需求的，拢会使打电话来阮遮，无就是打电话予县政府1957专线，社工拢会来帮助因。真安基金会表示，目前彰化山阁有9个眠床位会当予家友暂时借大，卖参政府合作加强暗时的巡视，发放物资。不过这阵啊，真欠泡面、饼、面条这类物资，基金会嘛望社会大众捐献爱心，同齐帮助家友度过寒冬。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寒天到位，嘛有真侪渡鸟会飞来南边过冬。花莲的野鸟学会就发现讲，因伫市区的田里有看到一只对西伯利亚飞来的鸟仔。这只鸟仔是二级保育类的动物，伫咱台湾看无几摆，也若伫花莲是头一届。只听讲，真罕见的回合出现伫花莲，不少爱鸟的人无惊寒冷，早念器材为全国各地赶来翕。也毋过回合境界心悬，只要有人挖见就会飞走，所以鸟友也真细腻，都惊去干扰这位人客。感觉就很开心啊，因为他不是台湾的啊，很难得看到他。就是稀少，比较少过境台湾了。来台湾已经没几次了，回合了，因为这只是小朋友。回合平常热天的时，主要活动伫西伯利亚番石市境；寒天的时，会迁徙到欧洲甲中亚热带雨冬，全世界大约40万只。花莲是头一摆发现这只体型较细，研判是找无路才会飞来台湾。它在迁徙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气候的变化，一些比较急剧的一些天气影响啊，然后它可能这一只单独的一只，它可能走失、迷航等等，才会到台湾来。eBird 上面的一些鸟类记录来看，在花莲算是第一次出现。因为回合是受到保护的立即保育类野生动物，官府也呼吁民众，观赏的是唔通去干扰。乡亲们去侵扰它或是喂食它的话呢，会触犯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规定，那会有1年以下的一个徒刑拘役，或者是一些并科罚金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一个状况。因为回合爱伫产地找食，县长市政会也呼吁农友将事耕作的时，会当以礼相待，互这只鸟仔伫遮度过寒冬。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有好厝边是真重要。也毋过伫高雄镇定，就民众指控讲，住楼顶的民众清在乌白等粪扫，而且甲粪扫拢等去因兜的户宅，而且时间已经1冬啊。里长嘛讲，是先讲袂听，粪扫清也清袂了，已经通报环保局，嘛按算要到电眼监视器，要阻挡这款乌白等粪扫的行为。爬去1楼的厝顶，就当看到有人等粪扫伫户宅，地下内底粪扫也甲规世界。鉴定区的狄中理李明真困扰，因为常常粪扫为楼顶乌白蛋，规个户宅拢是杯啊、纸盒顶顶的粪扫。附近上少20户里面拢受到影响，鸟鼠加纸伫内，里面拢真无奈。伊拢无出去倒粪扫啦，即马伊食的物件，不管食麦当劳啦、鸡蛋壳啦，还是啥物有一大堆哦。拢往外丢，安尼就对啊！伊拢撑到晚上11点，才无关地的时阵哦，安尼弹落来迄落去啊。居民讲，因厝边恶迹行为已经有1冬啊。里长连续接到居民通报，嘛已经清几若摆。里长表示，大家拢知影是倒一户等的，只是无证据。环保局嘛袂当罚钱，目前干来当请住户暗时啊开电话，互等粪扫居民知影有人咧注意，请因莫搁乌白等。拜托遐个住户大家协助。开暗时啊，开电火啊，装电火啊，来甲伊翕看掠到的。查明污染行为人后，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里长讲，伊已经通报环保局，这礼拜环保局有人员来稽查，嘛协助装电杆，毋望歹厝边莫搁做无公德心的代志，互里面清气舒适的环境。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你若台东的鹿野有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内底计共有700多只狗，有的狗仔会讲吠，会乌白吠，有的佫会讲肉，所以部落按算要定出公约，约束大家狗仔就要保护好。也毋过即马这部分部落也无共识。伫鹿野乡阿美族巴拉亚拜部落内面，大部分的狗拢无白条的，伫咧路的四过行，看到新婚人就一直吠。
当地居民讲，部落内面的居民差不多300人到900外者。这马部落又搁加一个过去国军驻守铁路桥的中兴公扫观光景点。部落会议担心，狗若无绑起来，会对过路的人甲车造成危险，也会造成环境垃圾。拍算要制定11条部落饲狗公约，争取经费买铁链甲水土，互大家管好家己的狗。规定的重点啊，当然就是说，在饲主方面，他必须要去做一个对自己宠物的一个约束啦，就是绑起来。不过当地昨年饲狗饲几多年啊，狗伫咧部落内面会当维护治安。对饲狗公约也无共识。通常我们这边的他不会讲，这是好处在这边。不然都没有绑，你看有时候就会追摩托车啊。台南县政府讲，欢迎部落家己制定饲宠物的公约。不过伫即卖动保法内面就已经有规定，宠物出入公共场所应该看守啊。那违反规定，会当罚3000到15000。若是造成别人受伤，会罚更较重。甚至如果是犬只是具有攻击性的话，那这一部分甚至罚款还会再继续更高，甚至还可以没入宠物。北下摆部落会议表示，饲狗公约内面即马无制定要安怎罚，是流程坑倒，莫互责任被罚。希望大家拢管好家己的狗，赶紧有共识，互游客来部落耍会当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巴金心氏症是心肝退化的疾病，会造成四肢无法度控制，会直直喘。三军总病院最近发表上新的治疗的方法，就是伫患者的大脑内底放电极，达成治疗的效果。已经有40个患者接受这项手术，有9成的人拢有改善。影片中50多岁彭女士双脚袂当控制，一直喘，走路也跌跌倒，需要靠轮椅才会当刷动。互医师诊断是帕金森氏症第3期。也毋过因为药物治疗效果无好，病况恶化真紧。2年前伊接受上新的脑前部电极切割术治疗，今麦会当正常生活。只要能够自己走啊，人都不能自己走啊，都真坐轮椅啊。现在不用坐轮椅，可以自己走啊。然后想去买菜也可以去买菜啊。三中医疗团队表示，帕金森氏症是自述失智症第2常看的神经退化性疾病，主要是因为大脑多巴胺神经细胞退化，造成脚手会喘、强硬走路异常等动作障碍。目前大约有8成患者会当靠药物控制病情，不过若药物控制无好，就会当考虑采用上新的脑前部电极切割术，叫做 DBS， 也就是伫病患清醒状态受理电极，利用电流调整切割器的参数，达到治疗效果，也会当降低药物产生动作失灵的副作用。因为我们做这种电生理做很久了，我们还是比较坚持，它就是改变那个讯号，把那个讯号不正常需要压下来，然后它的症状就会好。医疗团队强调，帕金森氏症的治病环境不明，也无法度治本，只会当靠药物甲手术延缓神经退化。目前3种引进上新一代无孔立体定位系统，会当大大提高手术精准度。那过去5年已经有40位帕金森氏症患者接受这项新疗法，其中9成以上患者手术了后运动功能拢有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时代的进步，科技嘛咧进步。工研院即马是利用智慧科技，有设计这甲窗仔当作是荧幕，其中就是用车用的实景智慧窗仔，透过会当透光的显示器来结合景点的导览。所以讲未来若是坐公车、坐火车，甚至坐飞机，看窗仔就会当知影资讯。公车驶在大路上，只要经过热闹的景点，边仔窗仔门连面就显示出相关的小界。工研院利用会当透光的显示器，研发出车用互动智慧窗仔。未来无论是火车、公车，甚至是坐飞行机，拢会当用。透过这个透明的一个智慧窗帘，你眼睛看到什么样的景物，这个景物相关讯息就直接呈现在前面的这个透明窗户上面。另外一项是研究团队利用纤维，把原本一条20块的鸭带，透过技术变成价值8万的人工金带。今年准备要进行临床试验。传统的人工韧带其实在使用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磨损，从原来的一个也许20块的售价，能够提升到人工韧带是一个高阶的医材产品，能够达到价值到8万块的一个作用。工研院院长表示，工研院过去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未来会继续帮助台湾产业在国际上发光。科技研发、产业的推动，还有我们社会的公益方面，还有我们人才的培育。还有我们职场的友善，最后是一个环境的一种永续，让我们整个研究团队
有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就是也是帮助台湾产业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力量。除了发表新科技，工研院也公布2022永续报告书，内面记录去年工研院推动的成果以及未来的目标，希望对台湾做出更加大的贡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德国的总统是带团去越南访问，暗示要扩大投资越南，双方嘛已经签备网络，德国会加请越南的劳工。有分析就表示，德国这做的目的是要减少对中国的挖苦。登去越南访问的德国总统施坦迈尔，23在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的陪同之下，接受21项礼炮隆重的欢迎。了后，双方举行会谈。施坦迈尔这届去主要的目的是要扩大经贸合作。2个月劳工部长先签署一份劳动力流动的备忘录，会简化越南劳工去德国做工课的天数，保障因的工作权益。Die jüngsten Zahlen sagen mir, dass etwa 200.000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leben, die über Eltern und Großeltern, die Eltern und Großeltern haben, deren Herkunft Vietnam ist. Wir deshalb ganz zuversichtlich sind, dass bei den jungen Menschen hier in Vietnam auch weiterhin Neugier und Interesse an Deutschland vielleicht zur Aufnahme eines Studiums, vielleicht auch zur Aufnahme von Arbeit besteht. 施坦迈尔也佮带领包括机械、风电等等领域的企业代表团，其中包括伫全球欧邦空机市场有主导地位的海瑞克公司。这间公司向准越南按算要扩建铁路、甲捷运系统，以及开始咧卖机械，要用来建设乌志明市的地铁。而且德国风电的开发商嘛有想要参与越南离岸风电扩大计划。Wir schauen inzwischen auf ein Handelsvolumen zwischen unseren beiden Ländern von etwa 18 Milliarden Euro. Wir wissen, dass Deutschland der für Sie, für Vietnam wichtigste Handelspartner in Europa ist. 德国智库学者指出，施坦迈尔这届去，显示德国当咧看中国以外的国家建立更较多元的经贸关系，希望脱离伤过挖靠中国市场的状态。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奥斯卡。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1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8度，上悬1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有2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是21度。外岛7度至17度。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